多效电解水。日常生活从个人再到居家，家居用品，嘉得利满足您更多需求。嘉得利多效电解水，这是一款开创清洁新时代的全新产品。它具有非常神奇、独特的物理特性，无任何化学成分，采用日本专利的设备与电解技术，将水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结构。由于性质上的改变，让它拥有了强大的家居清洁功能。它可以帮您清理厨房油污，清除蔬果表面农残，除臭除异味，而且在使用时省时省力更省水，是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安全、环保、无污染的优质清洁产品。让我们了解一下嘉得利多效电解水的强大功能。一、清理油污。由于电解水呈小分子状态，因此将多效电解水喷洒在污垢表面，小分子成分轻松渗透到污垢的缝隙中，使污垢脱离物品表面。抹布轻轻一擦就洁净了。经过检测，清除油污能力远远超过国家规定标准。针对这一功能，我们来看一下测试吧。去除蔬果表面农残。植物在种植和生长的过程当中，使用农药用于防虫，但由于绝大多数农药都是油性，有很强的附着力，通过普通自来水的清洗或浸泡，并不能清洗干净。因此，日常食用的蔬果表面有大量的农药残留，而即使是微量的农残，对人体也有很大的危害。因此，它可以在人体慢慢累积，时间久了，吃得多了，就会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、消化系统造成伤害，加重肝脏负担，对视力、听力有影响，会引起各种慢性疾病，严重的还会引起重大疾病。嘉得利多效电解水经权威部门检测证实，农药去除率可以高达100%，能够有效清除蔬果表面农残。嘉得利多效电解水就是让广大消费者吃得更安心、放心。3、杀灭细菌。嘉得利多效电解水的 pH 值为13.1，属于碱性，用它喷洒在家居环境中，能破坏细菌病毒的生存环境，起到抑制细菌繁殖并杀菌的作用。经过权威的检测，嘉得利多效电解水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达99.98%，杀灭率高达90%以上。您家的厨房、冰箱、卫生间、家居衣物、孩子的玩具的灭菌就更轻松简单、更有效，时刻保护家人安全。而在家居环境中，我们还会受到异味、臭味的困扰，例如卫生间、鞋柜、厨房的下水管道口都会产生一些异味，严重的还会给家人身体健康带来隐患。而嘉得利多效电解水可以帮助您除臭、去除异味，令家居环境更清新健康。通过对嘉得利电解水功能的了解，我们再次见证它强大家居清洁能力。因此，在厨房清洁，比如抽油烟机、炉台、微波炉、烤炉、家电清洁、电冰箱、电话机的去污、杀菌、除异味、卫生间清洁等，都能大显身手，使家居清洁、高效、简单、健康。